臣妾见过大王，拜见大王。都起来吧。大王，快入席吧。听说王后为了寡人的生辰，已经忙了好些时日，还不是图个松柏长青、日月长明的吉利。王后辛苦了。算不上辛苦，只求大王欢喜。姐妹们也都准备了贺寿的礼物，臣妾特地叫人训练了一班歌舞女妓，为大王助兴。王后和爱妃们的心意，寡人领了。可不赶巧，今日寡人要去见个故人。这酒宴和歌舞，还是由你们带寡人去享用吧。大王，王后不必懊恼，寡人的生辰年年都有，错过了今年，还有来年。故人？哪一位故人？一定是大王看中的故人。大王的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妾的能猜测得到的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这些年大王并不重视自己的生辰。大监，王后，米八子，大王让你跟他一块儿去见故人。米八子，请。王后恕罪，芈月不得不先过去了。大监，王后，能否告诉我，大王不过生辰的缘由？这老奴就不好多嘴了。那这寿宴怎么办？哦，大王说了，请王后和夫人们自便。大王，大王，跟寡人出宫一趟。是。大王生辰去见故人，要说陪伴，也应该是王后，哪轮得到他芈月？王后平日性情好，总是对他包容忍让。怎么样？还是欺负到王后头上来了？你们这些蠢人闭嘴！大王出行要谁陪伴？岂是他一个芈月能左右的？我伤心的是，大王出行，明示于他，却隐瞒于我们。芈月那狐妹子手段，我们又不是没见过。你们只知道以色示人，芈月偏偏用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手段。自古后宫，谁不是以色示人？以色示人，色衰爱弛。况且大王并非爱色之人，我对大王真心，大王未必珍惜。大王想要的是懂得他心思的人。莫非芈月有读心术？你们先下去吧，我乏了。王后一日没吃东西了，这菜都凉了，奴婢去给王后准备晚膳吧。我不饿，我只想一个人坐一会儿。
月儿，今日之事，只怕是真的得罪了王后。我也为此担心。好在王后自小仁厚，心术不坏，你们姐妹只要能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又是实在不能与她明说。那就有空多去交房店走动走动，别让那些离间生事的小人见空插蝎子。姑姑说的对，我这就去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是在生我气吧？没有。可姐姐分明是在生气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今日与大王去了哪里，见了哪位故人？这就是我特意要来见姐姐的原因。我今日与大王去了哪儿，见了何人，却是一字也不能向外人吐露。外人？你我是姐妹，我从没有一件事情隐瞒过你。姐姐，此事真的无奈，还请姐姐海涵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我这儿，还不如不来。姐姐，真的抱歉，我不想得罪了姐姐，更不想与姐姐生分了，还望姐姐谅解。回去吧。蜀地情形紧急，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嬴焕，自立为王。臣请大王早做主张。陈庄谋反，你们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诸讨征伐，当目光在天下诸国。蜀道难行，从来是易守难攻。上次若不是巧取，恐怕也是劳师远征而难有所获。蜀地山高水远，赋税难征，民心刁钻多变。父王，右相说得对，我大秦着眼于天下争霸，若与小小蜀地反复纠缠，岂不轻重倒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得蜀失蜀，若不能尽早收复，会让我们征服的其他城邦有先例可循。如此一来，后患无穷。司马将军说得好，此番伐蜀与上次截然不同。如今我们已经占有巴郡和汉中，可以对蜀中形成倒逼之势。莫不如趁陈庄刚刚篡位，立足未稳，迎头猛击，收复失地。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没事，让子继续说。此次蜀地失守，不仅是因为巴蜀情形复杂，还因为镇守巴蜀的公子焕无人辅佐，一意孤行。如果此次能够选拔出周围有人辅佐的公子前去，定会再无后患。臣以为
张子所言甚是。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季，让芈月与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张仪那番话，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荐公子季，而司马错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芈月与公子季可是大王的心头肉，大王不会舍得。很难说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给公子季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后，若公子当还没被立为太子，将公子季分封出去，可为权宜之计。但公子当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丰。司马错他们若能够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季弄到那儿去，天高地远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形成国中之国，与太子对抗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此事的确两难。王后，微臣还听到一些传言，说大王近日身子每况愈下，不就是咳疾吗？这些年来，大王过于操劳，内里的底子已经被掏空了。大王若有差池，王后该早做准备啊。芈八子芈月为公子嬴稷之母，辅佐秦王嬴驷10有余年，节制谨度，莽而不义。封公子嬴稷为蜀侯，芈八子亦可随其入蜀以助之。大王，你要注意身子。寡人的身子自己有数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把这个先收起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走了。大王，来，坐这儿来。谢大王。这些日子总听见大王咳嗽，今日得空，我熬了一些贝母百合粥，大王试着吃吃，或许能见效。你熬的粥，定比太医院的药汤子管用。寡人咳嗽，挂心了。若有一日，寡人没有你在身边，可怎么是好？大王说笑，芈月是大王的人，能去哪儿呢？寡人想让你留在身边，但也不得不为你做些打算。近日，寡人心里纠结得很，总想到万一没有寡人的庇护，如何才可以让你们安妥无恙？大王春秋盛年，何苦要说这样的话？告诉寡人，你还想去巴蜀吗？大王，这是何意？寡人亏欠你和继儿，这次就是要让你放心。这边呢？哎，好好。
他们在底下抢2个上4级的蛋来，你看这蛋红彤彤的，一定会很好吃的。母亲出门时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公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来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你看，走，东哥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！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你别走！蛋仙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来，放下来！走，放开我！带进来。是。你放下来，放下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盈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要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地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，让你娘亲
伺候我母后如厕。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想必这个封号，你娘亲会很骄傲吧？拜见如厕君，拜见如厕君。这个人不得好死！你敢辱骂当今太子，秦国未来的大王？太子，让他跪下，向你磕头谢罪。跪下！跪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自己跪下！做梦吧！有人以下犯上，还不知如何谢罪，怎么办呢？太子放心，我等会教他怎么做人。跪下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哎呀，快磕头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头！再坐，现在站，多行不义推子壁，应当你不得好死！让你说，让你多嘴，看谁不得好死！滚！呸！木星，你说他们到底会对通哥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不敢对公子通太过分了。啊，通哥哥，通哥哥，你额头流血了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告诉父王。通哥哥，季弟弟，我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通哥哥，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啊。那淫荡行事一向粗鲁，你犯不上去惹他。母亲明知并非是孩儿的错，你敢去向他问罪吗？他是太子，又是嫡子，他的母亲是王后，我们怎么得罪得起他们？他这样羞辱童儿和母亲，母亲还打算继续强忍下去？不忍又能如何？好在有一日你会分封，母亲也能跟着你。别跟我提分封！好，我不提分封，不提分封。通儿别急，今日过节不提分封。哎，你看，母亲专门准备了嫩荠菜、红鸡蛋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是母亲特意给通儿做的荠菜花的枕头。好，通儿，今日过节，你就不要出门了，陪母亲过节好不好？通儿，你说话呀！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，让我也忍气吞声。若有一日，童儿被他们害死了，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？通儿，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胡话。母亲这一生活着都是为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太子行为无状，欺辱骨肉兄弟。你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恼怒的。要去告诉父王吗？今日过节，还是缓一缓吧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知道了。
策去，无策去。磕头啊！朕在做，天在看。这大过节的，樊长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求王后给我的童儿一条活路。这话好没来头，好像我难为过公子通似的。王后没有，太子却有。不会吧？大儿对兄弟一向很亲的。童儿今日回来，满脸是伤，还在流血，都说是被太子的手下带到太子殿中百般凌辱。宫中的少年公子们好胜心强，动起手来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。太子不会故意伤人，太子的手下也没这个胆量。我这童儿与太子多年来相处的不好，可我曾多次叮嘱童儿，见着太子要躲让3分。这么说，大儿是欺负了公子通？绝无虚言。可嬴通好像是哥哥呢。身为大秦公子，以开疆拓土为责，勇猛杀敌为荣。可听说公子通骑不得快马，拉不得硬弓，平日里樊长史也太娇宠他了。王后，过去公子们中间虽有过口诀，但从未有人来交房殿指责太子的不是。樊长史可是宫中第一人。王后的意思，童儿受辱是我们的过错。好了好了，等大儿回来，我会问清楚缘由。多谢王后。夫人，好没规矩！夫人，王后的交房殿也是你能乱闯的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是公子通，公子通的。公子怎么了？公子通，他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，夫人。童儿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醒醒！夫人，夫人。好了，琪儿，别哭了，再哭该哭坏身子了。通哥哥，只可惜了公子通，那孩子与继儿的情分最深。公子通没了，也怪我一时想错。若能及时赶过去劝解开导，或许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。是小的没有保护好2位公子，请夫人责罚。是公子通心窄，但滴水成河。若不是往日委屈太深，觉得实在憋屈，也不会将死做出路的。不管什么委屈，总有天理。这么一去，倒是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好了，继儿，继儿乖，别哭了啊！太子去承明殿谢罪了。是。你们几个平日里是怎么伺候太子的？竟让他惹出这样的麻烦！小的该死。不过，那公子通寻死，的确是因为他鼠肚鸡肠。皇后，那个公子通死了，大王会怪罪太子吗？秦人崇尚勇武，鄙视懦弱。大秦公子命当死于沙场，那公子通自寻短见，既是丢人现眼，更是忤逆不孝。大王就算是气恼太子，也不会过分重责他。公子通死了，樊长史必定怨恨上太子。这下咱们在宫里又多了个仇人。唉，幸好那樊长史人微言轻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什么把柄攥在他手上，不然又是麻烦。
太子已经在大殿外跪了1个时辰了。寡人没有让他跪，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太子大概心中愧欠。跪跪也好，也算是送他兄弟上路。大秦公子或舍生取义，或慷慨牺牲。童儿死得轻如鸿毛。听说公子通和太子早有前嫌。不管有什么前嫌，王家公子的性命是王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他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？是。童儿是寡人的孩儿，当儿也是寡人的孩儿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闭门思过，将上书100篇，一字字的给寡人背下来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樊长史求见。此刻寡人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变吧。童儿死的冤枉。有何冤枉？大王，童儿正是为大秦建功立业的年纪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大秦公子本该经得起千柔百挫，无论何事都要有担待。世子可杀，却不可辱。自从当年杀人峰事件，太子就与通儿结仇。太子认定是通儿的酒水害得他差点丧命，便把通儿当作仇人一般，一有机会就对我们通儿百般凌辱。太子撞见杀人峰，不就是个意外吗？大王错了，杀人峰并非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要杀人。杀人？谁要杀人？杀何人？你可明白此事重大？我心里头明明白白。那就说。当年真凶将杀人峰费尽周折弄到宫里，那要杀之人就是公子季。有人要用杀人峰杀公子季，却害了太子，这说不通。大王，真凶费尽周折将杀人峰弄到宫里，本要伤害的是公子季，却不想太子阴错阳差，喝了通儿的酒水，结果反而让真凶自作自受了。真凶自作自受？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我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那日通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通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母亲，
木剑！哎呦！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叫廷尉府审问。是。你说什么？樊长史出手母后，说他企图谋害公子季。小的刚刚知晓，昨晚大王已经下令查封交房殿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母后心肠最软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眼下不是辩解可能不可能的时候，得随机应变才是。如何应变？那樊长史平日里不哼不哈，胆子最小，如今却敢跳出来咬母后。公子通已经死了，他就算扳倒了王后，又能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有人指使，不是有人替他谋划，就凭他，谁是他的幕后之人？谁会因母后出事而得到好处？这样的人，后宫里多的是。芈八子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还有你的姑母。你得想想，他们为什么怂恿你父王向你母后问罪？他们是禁止向你的太子位分。若你倒运，谁会有好处？公子运、公子迟、公子季，还有你那华哥哥，真是不开窍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小的来看望王后，请行个方便。啊，哎，王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啊，小的让永相令行了个方便，这是刚刚蒸得的蛋羹，还热乎着呢。唉，王后水米不进，若真伤了身子，岂不是让外面那些要害你的人称心如意了？放那儿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如今我失势，后宫里其他嫔妃是否都在落井下石呢？哪有的事啊！只是那樊长史失心疯了，公子通死了，那是命数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是他不自量力来诬告王后，就算王后失势，难道能救回他的孩儿？出手之人当中，有没有芈月？芈月？没有。王后在依稀芈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可能会妒忌荡儿成为太子，此时趁火打劫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定为王后留意芈月。王后，眼下大王也就是一时恼怒，若廷尉府那边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再有太子和朝臣们为王后说话，此事也就会不了了之了。大王只听别人挑唆，也不来问我事实真相，丝毫不顾夫妻情分，更不顾荡儿太子的脸面。珍珠珊瑚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竟然也被抓走，关到永相严刑逼问，令人心寒。小的听说，两个姑姑是被分头禁闭的。樊长史告发之事，跟珍珠没有什么瓜葛，但与那珊瑚……珊瑚说了什么？小的不知，但只要珊瑚不吐口，他们就奈何不了王后。
自祖考妃子立国，复我嬴氏之嗣，至我献公，已历经600多年，31郡。此间，我秦国先祖曾于渭水牧马，数代君王死于与西戎的战场中，曾试图称霸，曾陷于内乱。今日的秦国又到了生死歧途，列位先祖，我该如何取舍，如何决断？王后，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？是，小的哪敢胡说呀？小的曾经拜穆坚为干爹，这一消息是穆坚告诉我的，正是数年前太子读书的那间偏殿。那间屋子是当年大王打算立旦儿为储君，待在身边时时教导，才让他搬进去的。大王刚立太子就要改变主意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大王此举实在让朝堂内外愕然呐。珊瑚一寻短见，大王没有凭据，不能定我的罪，不应该在此时动了易储的念头啊。王后曾叮嘱小的留意那芈月的举动，这些日子宫里的嫔妃都被大王撂在一边，只有芈月一人去过成明殿，此事只怕与芈月有关。一定是他去大王那儿出手了我。芈月，你言而无信，终于露出了真心，是我错信了你。干相，王后，干相，时机从权，干相要赶紧想个法子才好。大王心意已定，无法挽回，眼下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依干相的意思，该怎么办？臣以为，我们只能在公子季身上打主意了。好，再转过去。哎，拜见太子。站住！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这几位是我招揽的壮士好汉，正欲带他们去见大王呢。大王不在，今日大朝就滚开！太子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哎。这儿不要抬得太高。太子哥哥，太子，季弟，一个人练武难免无趣，不如让哥哥身边的护卫们陪你练练如何呀？不必了，太子哥哥，几位壮士与我身量悬殊，太不相符，还是下次我也去觅几位铁汉，与他们再做较量。季弟何必客气呢？父王将你搬入成明殿，定是对你轻言有加。你除了每日的功课，还需时时操练武艺。季弟，切不可懈怠。你若瞧不上我身边这些人，不如这样，哥哥亲自陪你练练如何？太子哥哥，您是储君，
当为我们兄弟之表率，若是行为失检，只怕要令父王失望。季弟，你可真是伶牙俐齿、能言巧辩呢。有你在，岂不衬得我们这些做哥哥的越发笨口拙舌、窝囊无用了？季弟，出剑吧，哥哥跟你讨教几招。太子，公子季年纪尚小，嫩胳膊嫩腿的，习武刚刚起步，如何与您较量？既然太子这么有孝心，招纳了这么多壮士献祭于大王，不妨稍等片刻，大王很快就要下朝回来了。看到此景，大王岂不欢喜？大家少管闲事。季弟是我赢家儿郎，如此胆小畏战，丢了王家颜面。我作为兄长，本当悉心教导。吾火孟奔，在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，好好伺候一回。是。休得无礼！想拿公子，先过老奴这一关。你个阉人，好大胆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，那就不要怪我的人下手太重，给我拿下！是。那些大名鼎鼎也不过如此嘛。伸手！公子退后！大胆！儿臣拜见父王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太子好生威风，竟然可以带着人杀进寡人寝宫。接下来，是不是就要逼宫弑父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和季弟嬉闹玩耍而已。玩耍？你把宫里的大监都伤了。这几个是儿臣寻来的力士，乡野鄙夫，不懂礼仪，举手没个轻重。此事也算儿臣的错，回头儿臣好好调教便是。身为太子，行为放纵，谁人教导你的？寡人晚来一点儿，只怕继儿也给你伤了。这习武之人，祸皮伤肉也是难免的。这叫习武吗？舞刀弄剑，杀气腾腾，招招指向要害。季弟便可以在父王的寝宫中舞刀弄剑，这阉人老奴也可，唯独我不行。难道我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吗？逆子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父王，让开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此刻怎么办？你们速速离去，休要让父王抓了你们。你呢？身为太子，自然是要为大王侍疾了。对对对，我要为父王侍疾，随时等待父王传召。你们快走！是。走走。八子，八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太子带着3名力士到承明殿找公子季寻衅闹事。继儿怎么样了？亏得大王及时赶到了。可是大王急火攻心，口吐鲜血。什么病症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听说情况非常危急，
已经人事不省了。楚离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是宗伯，还不快拿主意？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分封在外的公子们日夜兼程往回赶，这腿脚快的马上就要进咸阳城了。大王今日才倒下，是谁提前把大王病重的风声散出去的？风声早晚要散出去，早一日比晚一日好。甘香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国本着想，岂能患得患失，因小而失大？这么做明明是火上浇油，推波助澜。哎，老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王后怎么出来了？大王病重，后宫无人主持，这必然生乱。我只好不顾性命，私下做主了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哎，王后，大王病情危重，臣妾不知如何应对，一切还由王叔做主。王后放心，楚离子必当尽心竭力。此刻后宫人心慌乱，还要王后主持。那是当然。王后，楚离子、右相，大王如何了？大王跪体抱恙，后宫所有人等未得传诏，均不得进入承明殿。芈月，平日里大王最宠你，此刻你更该识大体。臣妾只求为大王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。大王身边有太医诊治，你们去了，不仅无用，反倒掣肘。如今必须事事以大王贵体为先，谁要敢惊扰大王，可别怪我不顾往日的姐妹情面。王后如今还是戴罪之身，如何有权利对嫔妃们颐指气使？大王并未下诏定王后之罪，谁敢说王后是戴罪之身？王后如今得势，只怕是不会再放过我了。更即大喜大怒，请大王珍重。寡人睡了有多久了？3日了。3日。太子何在？妻儿何在？大王，太子和诸公子们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后宫事务，如今由谁来主持？由王后主持。王后尚在闭门思过，何人让得出来？是甘有相。当此混乱之际，若后宫无人主持，只怕会发生不测。罢了。王兄，大王，喝点水。喝点水吧。怎么是你？大王，这几日皆是王后带着景应人在服侍大王。其他人呢？
奉王后命，其他妃嫔皆在外殿候着呢。你们都出去。大王是要召王后来侍疾，那么是芈八则。是。大倩，王兄，太子和朱公子也都在外殿候着呢。不但宫中的诸位公子轮流侍疾，外封和军中的各位公子也都快马赶回来了。这么快？他们这是来侍疾，还是为了王位来逼宫呢？大王抑郁严重，表面上看是宫中诸公子齐聚侍疾，实在咸阳城中各位公子及他们的母族的势力已经在蠢蠢欲动了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风闻大王要废嫡立庶。那又如何？诸公子齐聚，大王废太子容易，但是想立公子继为太子则难如登天，只怕那10几位公子会为了储位杀得你死我活。不要说了，大王，事已至此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！大王应以大局为重，为避免国家动荡，臣请大王放弃易储之念吧。天意弄人！哎呦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臣请大王早点定夺吧。好了，车厘子，最后还是你赢了。你召令太子当监国，则想处理其父之，宫中未分封的诸公子即可就封。这一切，寡人早已写好诏书，封他为蜀侯。芈八子随继儿前往封地。大王英明，快选太子。不必。那大王要选谁？赵英夫人进宫侍疾。是。
王怎么说？是否让我们进去伺候？大王有旨，宣嬴夫人进宫侍疾。四弟，姐姐来了。姐姐，你笑什么？四弟，姐姐笑你当日也是在这成明殿里，你把从膳房偷来的膏粉倒在自己的头上，扮作老翁。如今寡人真的老了，要携姐姐一步而去了。四弟，你别说这种傻话。不，寡人时日不多了，心中有一事未了。此事重大，想托付给姐姐呀。四弟，母亲，我在。把帛书拿来。是。嬴夫人，有些事寡人不做，死不瞑目。眼下这事，只好托付于你。你这是何意呀？今日之事，有许多不得已，所以后果难料。因此寡人必须有所准备。到时候，全靠你拿出这道诏书来平定天下。四弟，眼下，寡人能够信的人，就只有你。倘若这种情形没有发生，那么在你起事之前，就把这道诏书烧了。万一姐姐命薄短寿呢？四弟，四弟，四弟，那大姐就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大王，你放心吧。
大王召见，诸卿大夫、各位公子、各位夫人觐见。父王，父王，长帝之话，恶不为为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父王，这些年，寡人能够东征西伐，实有赖于娘叔在朝中辅佐于我，兢兢业业，殚精竭虑。大王，你将来作为大秦之主，所思所想，当一切为大秦江山之利。寡人兄弟不多，却能同心，而寡人给你留下10多个兄弟，你能用上几人？同心几人？儿臣当不负父王所托，兄弟同心，供养我大秦国位。寡人也不要你对每个兄弟都能信任依赖。寡人只要你起一个毒誓，在有生之年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若有违誓，天谴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纵然再不孝，也不会伤及手足性命。儿臣愿在父王面前起誓，有生之年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之事。若有违誓，愿受天谴。楚离子，臣在，宣旨。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，继位为王。诸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诸卿了。臣遵旨。寡人累了，退下吧。
大王宣米八子觐见。你靠前来。大王，寡人一生做事决断，唯有在你和继儿的事情上处置的拖泥带水，心源不定，一直错过了立继儿为储君的恰当时机。大王，你为秦国的大业呕心沥血，臣妾会尽心照顾好继儿。大王，就不要再为臣妾和继儿的事情焦虑了。寡人从与你相识起，就知道月儿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你虽不惜权势，但假若有一日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寡人就要走了，不知道这10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月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。不，大王是芈月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，老伯不怪你。寡人儿女成群，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。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月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继儿，剪一缕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
月儿愿意等，等大老公病愈后。你可愿再为寡人吹一曲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义渠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
再有几日，新王就会依照先王的遗诏，分封宫里剩下的几位公子。不知继儿会被封到哪儿去？先王在世时，已给继儿做好打算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将赴蜀地。既然这样，香儿、慧儿还有木心，自然是要跟我们走的。剩下的人愿意走的一起走，实在有难处不能走的，多散些钱财，让他们各自也有好的去处。这么说，我们也应该尽早收拾行装，免得到时慌手慌脚的。倒也不用慌张。宣诏后，若真要启程，还有10日。再说路途遥远，东西带多了反成累赘。蜀地那边有司马将军和小冉主持，就算缺了什么东西，到那儿再置办也来得及。这几日为了打理先王的后事，会后疲累很了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，一会儿早点歇息吧。我只不过勉强尽责罢了。先王死前，待我情义全无，如同路人。我和他只剩下名分了。小的拜见会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会后大约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会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会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当儿的，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会后息怒，依奴必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会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，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干爹，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吧。等我干完这最后一件差事，也该告老了。以后这宫中就是你们的天下了。干爹，您说哪里的话呀？这宫里头要是没有您坐镇，可怎么得了啊？时移世易，一个下人，这辈子只能侍奉一个真正的主子，侍奉多了，那就里外不是人了。干爹，那您的位子打算让谁来接手啊？这是你应该问的吗？小子，秦宫的换者令不是你想接手就能接手的。干爹，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份遗诏，您老可知啊？你说什么？
遗诏。哎呦！你再敢说一个字，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您自己刚说过，时移世易。您老以为，如今还是先王在的时候，您是这宫里的头一号呢？大胆！哎呦！你跟你干爹想要？儿子，跟干爹学的本事不少，但下药这一手，干爹就要向我学了。干爹别恼，小的若不用这一手，你还不得把儿子给打残喽啊！干爹，这药想解并不难，儿子手里就有解药。但是，干爹得告诉儿子，那先王的遗诏到哪儿去了？做梦去吧！既然我的天寿已尽，也该随先王去了。只要您告知那遗诏的去处，儿子必定好好打发您的后事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若是能够陪葬惠灵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若是尸骨无存，野狼啃咬，那又是何等的凄惨呐！何况这秦宫9等18般刑罚，您也是烂熟于心的。这一招一招的过，只怕干爹这把年纪很难再撑得住喽。您还是说吧。哎呀！儿子，好好给你干爹收拾。大王，老奴随你去了。哎！吃了松筋软骨散，怎么还能动得了剑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龙甲，你们混账的背主家奴！给我走！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惠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废物！小惠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穆坚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了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
他们好狠毒啊！竟然对大姐和木心下手，说大姐不舍先王，自尽陪葬。可木心呢？大家都看到他腹部有剑伤啊。眼下木心如何了？听说唐夫人看见木心还有一口气，就把他抬回长宁殿了。眼下生死不明。唐夫人平日胆子最小，却是个善人。你们可打听到了继儿的情形？公子季和其他公子一起还在灵堂里守灵。既然太子已经在大王面前发过毒誓了，眼下应当暂时无事。他们若想动继儿，只怕都不用太子动手，就会有一干讨好的小人自行动手。如今我是为你担心，只怕会后是恨死了你呀。米八子，会后有请。果然，有些人禁不住念叨。会后，会后。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会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。会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？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继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两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是我看错了你。妹妹笑话，明明是我看错了你。这些年我看在姐妹情分上百般谦让，你却次次口是心非的哄骗我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句句真心。真心？哼！你说你绝不让公子季与荡儿争储位，我信你了。结果你却以守为攻，推举公子华做太子，想让我们两败俱伤。你说你要去巴蜀，我成全你，你最终却留在了宫中。我既入了秦宫，做主的是大王，并非是我。鬼话连篇！你还说过你绝不侍寝，到头来宫中争宠，谁人争得过你？你明明知道我当日侍寝是因为什么？皇妃来咸阳寻你，
你本可以和他走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还不是为了宫中的荣华、大王的恩宠，甚至什么？我是身不由己，你也身不由己，可我却是生不如死。我曾以为我给了你幡然悔悟的机会，我此刻才知道，你毫无悔过之心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杀人峰一事，已让你我走到尽头。你为了把我攥在手里，一直不出手我。那些日子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过来的。整日忍气吞声，心惊肉跳，而你呢，最终违背诺言，向先王出手啊！幸好先王走得急了些，不然这大秦就废后一楚了，你的孩儿就成了社稷之主了。你想要害人，何须要讲出这些个害人的理由？我就想让你死得明白些。说句良心话，先王去了，我曾想过放你一马，可突兀着又出了道遗诏，你让我实在是无路可走。千万别怪我，反之，换作是妹妹，一定也不会手软。好了，说什么也没用，我会筹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送你走。既然你要杀我，那你对我的妻儿也不会手软。公子季，你的心头肉，天人永隔，骨肉分离，令人恻隐，我感同身受，定会安排妥当，让你们母子早日团聚。新王江山还未坐稳，作为母后，你就大开杀戒，会遭报应的。大秦江山与你再无干系，好好的，准备上路吧。冯甲在，这可是先王要的人，看好了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糜八子，请吧。臣拜见惠后。母后，王叔免礼，出什么事了？惠后可知，昨日和今日咸阳城内外各路兵马调遣甚急。怎么回事？有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的人马，更有魏冉的人马。魏冉不是在蜀中平乱吗？身为将领，无照擅自回京，当诛杀。我也是今日才看到巴蜀那边传来的报捷文书，蜀中乱象已平，陈庄、伏诛、司马错和魏冉已立下大功。魏冉回京是奉司马错之命带兵回来复命的。魏冉回京这么大的事，大王和王叔竟然事先毫无察觉。那文书被张仪扣在手里多日，我今日问他，他说是因先王病重又至驾崩，所以不是要紧的政务就推延递交了。而魏冉说是奉司马错之命，但他日夜兼程，用了不到5日就赶回来了。就算赶回来又怎样？大秦法度森严，他身为带兵之将，难道还敢造反不成？他大约是听说了什么。无把柄，朱公子和魏冉想闹事也闹不起来，但若是有了借口，他们想造反却容易得很呐。以王叔之见，当如何处置？
臣听说，会后打算让芈八子、公子季，还有樊长史为先王殉葬。是又如何？此举万万不可。当日，臣曾劝先王，为使大秦国政不生动荡，要保王后、保太子。今日，臣亦斗胆劝会后大王，当以安抚诸公子为上。如何安抚？先王不是下了诏书，分封宫中的诸公子吗？让朱夫人随子就封便是。别人可恕，那芈月与樊长史绝不可恕。母后，勿为妇人之见，坏了大事。我对父王那是发过毒誓的。你懂什么？我正是为你的江山着想。实话告诉你，那道封公子季为蜀侯的诏书已经被我给烧了。我并非睚眦必报之人，但我断断不能让芈月母子占据巴蜀。巴蜀地形险要，更是富庶之地。若让芈月和公子季占据巴蜀，定会尾大不掉。再加上司马错和魏冉撑腰，随时可与朝堂对峙。新王即位，当以稳定为上。会后千万要慎重啊！多谢王叔提醒，我自当深明大义。过去真是小觑了会后，没想到他狠起来，赶尽杀绝，一点不念旧情，还真是让人甘拜下风啊！哼，谁让他们挡了我夫君的道呢？哼，姑母，不知您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诏？遗诏？什么遗诏？说是与王位有关。前几日刚听说那遗诏的流言，姨儿都为姑母捏了一把汗呢。这些年，会后为了我夫君的储君之位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好不容易让我夫君坐上了宣誓大殿，如今又冒出了个遗诏之说。若不查出个结果，先王10几个公子的脑袋都危如累卵。幸好后来又传说那遗诏在芈月手中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只和公子季有关，姨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芈月的命实在是太好了，他那弟弟赶回来救他了。母后息怒，既不能分封迎继，又不能将他们母子留在咸阳，真让我为难。芈月的命攥在母后手里，母后还不是让她如何便如何了？说起来容易，虽然那芈月的命攥在我手心里，但我却真不能把她如何。母后，昨日接到我父王来信，得知先秦王过世，他便让孩儿转告母后，不要过于哀伤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谢你父王惦念。自打前年先王将公子瑶送到魏国为质，去年荡儿迎娶你为太子妃之后，秦魏两国是越走越亲了。母后，您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孩儿了。王之诸子，除了分封，还有一职分。你是说两国交质？不知母后以为如何？你是说让他们当质子？我与那芈月都出自楚国，我王兄恨透了他们母子，就送他们去楚国，恐怕不妥。母后，楚国固然是您的母国，但同样也是芈八子的母国。楚国紧邻巴蜀，而魏冉偏偏又是蜀地将领。芈八子的另一个弟弟芈戎也在楚国。如果让他们这些人在巴蜀会合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此话有理。最好
有一处地方，有一个人不喜欢芈月，刚好又能听我们调遣。一而不说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这世上还真有那么一个地方，还真有那么一个人。他何止是不喜欢芈月，简直是不共戴天。就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也不能解其心头之怨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了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，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季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梦莹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她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她的手里。封公子至为长陵君，封公子瑾为豫君，封公子辉为蜀侯，封公子少公为丹阳君，公子季入燕国为质。先王的公子看都有胆有谋，分封后还是你大有所为的。郑将军说的有道理，和徐到了80岁，天高君王远，的确可以担当。朱清可还有异议主张？先王有10几位公子，兄长个个列土封疆，唯公子季年纪最幼，却要去往冰雪满地的燕国为质，厚此薄彼，难以服众。长子所言甚是。正因为公子季年纪幼小，未立寸功，不好列土封疆。据说先王早有安排，要将巴蜀之地交与公子季打理。张子休得胡说！想那蜀国地大物博，管理起来头绪杂乱，先王怎会将此重任交到一个小孩子手里？更何况，秦燕两国如手如足，此去燕国为质，是嬴稷身为嬴氏子孙的职责。先王生前最疼爱公子季，不分封公子季，反而让他入燕国为质子，这也和先王的遗愿。这质子之事过于突兀，何不缓一缓再做商议？既然是众公子分封，还是不要失了退场。阿紫此去山高路远，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才有盼头。雍大人，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
这位是杜景将军，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。再告诉八字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，李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二位大人，小的先回去了。此去燕国，千里迢迢，危难四伏，险阻重重。芈八子和公子季就算是能撑到燕国，一条命也去了半条。怪我当初真不该劝他留下。祸兮福兮。好了，我也走了。丞相，如今大秦在列国当中如日中天，长子居功至伟，就这么走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。侍奉一个刚愎自用、蠢笨无比的君王，是给自己找罪受。更何况，会后是不容我的，说不定眼下正在想着如何取我的性命。哈哈哈哈！你们雍家不一样，雍家是秦国的显族，根基深，一时半刻他不敢碰你。我只是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搁不下，还想拜托雍公子。长子但说无妨。倘有一日，芈月母子能否极泰来，重回秦国，还望雍氏家族能够沾情故意，助他们母子俩一臂之力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但凡有一息尚存，张仪一定回到秦国，共图大业。你答应吗？雍蕊定不负长子所托。好，那就谢了。
子上官到了吗？是。车马走得这么慢，弄不好天黑时赶不到驿站呢。说是走得慢，可是也不停下来让我们喝水吃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会后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到燕国，什么都不让我们带出来。若是身边有些钱财，也好求他们行个方便。看那个杜姐是极不好相处的，光用话求他，只怕无用。恐怕他们也不想要我们即刻就死。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死才甘心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会后本意该是要将我们母子剥夫削足才好，也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是。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进城去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从车里给我拖下来！是。公子既是先王之幼子，大王的兄弟，你们谁敢动？大王若真喜欢这个兄弟，也不会送他做质子。你敢？大秦律法严明，质子行凶违法，也可获罪格杀。上！上！什么人？住手！小冉，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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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将军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让他们都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别打！将军，将军别打！小冉，你竟然对我姐姐无礼，还要欺负我的外甥！先让你尝尝这马鞭的滋味，我再砍了你的狗头！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下也是不得已啊！小冉，你是奉何人之命？究竟让你做些什么？说。宫里只是让我想些办法，让公子和夫人在路上多吃些苦头。好啊，既然敢做别人的狗，就得做好被宰的准备。米夫人饶命！米夫人饶命啊！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的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被人挟持，真的是身不由己啊！夫人，小冉，暂且留他一条命吧。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押下去。是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夫人。舅舅，姐儿，舅舅，亏得你及时赶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离开咸阳城之前，他们就把车轱辘上的铁钉卸去了一下。能走到这儿，已经算是万幸。姐姐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到驿站，在那儿
你也可以好好歇歇。我可要追上你了，小冉，亏得你带人来了，不然继儿和奎夫他们肯定要吃苦头。自从得知会后要把姐姐和继儿送到燕国去做质子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洛城做手脚，所以一路跟过来。但还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迫不及待，刚出咸阳1日就凶相毕露。那妒忌，大约也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切。姐姐也要尽快拿定主意，今晚投宿驿站，你我要好好商议下一步该去哪儿。去哪儿？去燕国，犹如羊入虎口，在那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等着姐姐，笃定是去不得。可除了燕国，我们又能去哪里？秦国虽大，却无我们母子立足之地。继儿是秦国派往燕国的质子，出逃到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杀身之罪。我们若如此做，只怕正合了会后的心思。更何况，眼下哪一国肯为了庇护我们而去得罪强秦？大不了就逃了，又如何？只怕那时会后他们也鞭长莫及吧。继儿是先王之子，秦国是他的母国，他的父王还指望他有一日能为母国社稷出力。若成了一名逃犯，那当真是断送了继儿的一切。那我跟姐姐一起去燕国。不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记着，有你在秦国，想办法立住脚，将来才有姐姐和继儿的归路。好，我听姐姐的。不过至少，我也要送姐姐到赵国边境，穿过赵国，你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燕国了。